这个燕石安好像对舒儿有敌意啊。恐怕是我恶名远扬，他借机惩罚吧。以往有人对舒儿不敬，舒儿总是睚眦必报。那为何这一次，舒儿却对他百般维护？好似舒儿看他的眼神有些不同。是吗？你看温福玉的眼神，好似也不同吧？公主早些休息吧。是啊，奕晨意外患上疯病，我要将他带入秘境闭关治疗，妹妹就交给你照顾了。10年了，这里一直就只有我们。安宁，放心吧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他应该认不出我了吧？不过他肯定认得你的。我的爱啊！母亲，这么多年，我和你父皇一直在找你，跟我回家。别走！安宁，你放心，我很快就会回来。燕神，疼吗？疼。这只是个见面礼而已，明天咱们宫殿里见。殿下，我有一事不明。公主，请讲。我与殿下素不相识，为何你对我有如此大的敌意？太子殿下，属下听闻他孤身一人去往公主府刺杀，惨遭不幸。你说什么？安宁，温言说，是你杀了安宁？我不是，我不能说出真相，将世安哥哥卷入复仇之中。就算是我杀了他，那又如何？我要你给他陪葬。此骨名叫噬心骨，白骨噬心，痛入骨髓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死的那么早，你只需要忍1个时辰便可。你为了他，不惜囚禁一国公主。今夜之事，你若是说出去，我会收回所有的军饷。我知道你不在乎那些百姓，可一旦你们战败，你的荣华富贵都会烟消云散。好好享受。不能，
姐姐不在，我方才看到她去太子房间了。看来姐姐对太子一见如故，这想来是要秉烛夜谈呢。我劝你还是不要去了，毕竟新欢旧爱在姐姐眼里是常事。你还真是温言说的一条好狗，竟然找到这里。太子殿下手段拙劣，真是令在下失望啊。此言何意啊？太子不如向林昭请求和亲，到时候公主成为了太子妃，那个时候你想做什么，不是更方便吗？穆将军似乎跟传闻说的不一样。今日一见，当真是意外。传闻而已，不必当真。重要的是，达成彼此的目的，不是吗？舒儿醒了。今日之事不可外传，尤其是不能让贺传知道。舒儿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掳走林昭公主，你是想挑起两国之战吗？你是玄皇未来的王，难道你甘心玄皇一直被林昭打压？只要你挟持了温言舒，就可以以他为筹码，向林昭的军上索要城池。这么说，你有主意了？这上面是温言舒回城的路线，剩下的就看你的了。公主昨夜操劳过度，此刻正在休息，还是不要打扰为好。让开！哥哥不必担心，我只是一时疲倦，不能连夜赶路罢了。你和慕寒先行一步，父皇还在等你们复命，不可误了正事。侯爷，您若是不放心，我和姐姐一起前去，也好有个照应。那季瑶郡主呢？季瑶郡主说，好不容易出来一趟，要多玩几日。你们即刻出发，连夜赶路，兴许还能早些到临昭，免得误了正事，让君上责罚。慕寒说，他心悦于我，等回了临昭，禀明父皇母后，请他们赐婚。你说什么？赐婚？玄皇大人来了，两位公主快跑！
白泽，将此信速速送去林昭，务必交给君上。是。你说什么？阿叔和福玉被南山王子劫持了。君上，他们要求您3日内用3座城池交换他们的性命，否则3座城池，他们真敢大放厥词！君上，大局为重，慎思啊！君上，君后，还是救人要紧吧。说是报，启禀君上，这是朱延国太子800里加急送来的信。若长公主来朱颜和亲，朱颜愿举倾国之力，助林昭扫除外敌。安营卫何在？参见君上。传国旨意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尽快救出2位公主。是。君上，安营卫出动，恐怕会打草惊蛇。臣恳请前去救人。臣愿带兵前往。好，难得你们2位皆有此心。既然如此，3日之内，谁先救出2位公主，谁便可封侯加爵。若2位公主有恙，你们2个以死谢罪。是。世子，您是要去救温言舒那个妖女吗？有什么事情等我回来再说。我忘了告诉你，是我指使玄华王子掳走温言舒，那是他罪有应得，您不能去救他。世子，等此事一过，我任您处置。驾！世子！驾！你们的父皇再不乖乖的把3座城池奉上，明日就是你们的死期。不过在这之前嘛，那就劳烦2位充当几天军妓，也好犒劳犒劳我和兄弟们。好啊！你若是敢动我1根手指，林昭的铁蹄定会踏破玄黄，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。让我们死无葬身之地，你就先让我等好好爽爽。慕寒，给我杀了他！清风侧看星辰点晚灯，我欲提笔落下诗行，灰色标满浮游舟。小心，知道了，跟上。却困住一身时光，圆满纵然期盼生了念想，心之所向。快冲啊！阿叔，保护公主！是。
穆寒，阿叔，你醒了。君上赐我令语，命我掌管禁军，守卫皇城。阿叔，如今我也是有实权的侯爷了。我记得之前你曾说，有朝一日，希望我能够有权势。你还说，穆寒呢？穆寒在哪儿？他死了。你说什么？不可能！当时事出紧急，为了以绝后患，我一把火将玄黄盘踞的营地全部付之一炬，没有任何人能够活着走出那片火海。不可能！阿叔，没关系，你有我就足够了。不可能！你骗我！我要去找他。我说过，他回不来了，他已经死了。阿叔，你为他伤心了，不知道当我死的时候，你会不会也为我流眼泪？我不会。君上有旨，承恩侯忠诚勇猛，才智过人，特命其掌禁军护皇城，钦此。谢父皇。掌禁军，他不配。穆寒，你回来了。放肆！君主在上，你竟敢私自携带不明之物上殿！相信君上看完此物，定然会龙颜大悦。丞相，这是人头，这只头啊，谁的头啊？是玄黄王子南商的项上人头。小叔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父皇，当时穆寒为救我和福玉公主，深陷与玄黄蛮人的困斗之中，后来承恩侯赶来，救走了我们。本以为他会命丧于那片树林。依你之见，朕该如何封杀？穆寒救主有功，自然是论功行赏，彰显我皇家风度，荣耀本该属于他。封穆寒为禁军统帅，守护皇城，赐府邸一座。承恩侯赏黄金1万两，南海明珠1壶。谢君上恩典。穆寒，放火烧林一事，我并不知情。公主放心，纵然我离开公主府，我体内有石灵花，也逃不过公主的控制。穆将军，感谢你的救命之恩。这个玉佛是我生辰时母后送给我的，可保平安。现在将它转赠给你，也贺你单独开府。穆将军，姐姐向来如此，你莫要介意。二公主的礼物太贵重，微臣受不起。
启禀君上，自公主小产后，太医每隔半月便来府中请平安脉，并无大碍，只是迟迟未见有孕。君上，我妹妹……你且安心做事，日后我自会安排你们相见。多谢君上。禀告君上，这是新取的少女鲜血，还是温热的。这批妙龄女子如何了？禀告君上，属下按照您的吩咐进行了献祭，可似乎并未出现血灵之气的现象，估计是献祭的人数太少。那就给姑继续找。是。如今血灵之气的力量越来越弱，得尽快想办法让阿硕产下子嗣才行啊！殿下，将军府来人正在收拾穆将军在府上的行李，说是要搬出去。好啊，这么着急走。慕寒。这么着急走，是要去找温福玉吗？那公主说说，我还有什么理由留在公主府？你还是不信我？好，既然如此，那便将我公主府的东西全部留下。哥哥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为什么不能来？莫不是我打扰你们了？承恩侯知道就好。果然啊，当了禁军统领，就是不一样。那当然，尤其还是从你手中抢来的。寥寥世间，万千挂念，多少如愿。问了千遍，谁在撰写你我夙愿？睁开双眼，你的笑颜似水流年。沧海桑田，愿余生可与你长相恋。飓风跌愿你我之间，世间欢色一片。若能如愿你我之间，永远当终点。面对的深渊，你我之间，何惧这梦魇？终一天沧海不变，容我再不听。双眼，你的笑颜似水流年。沧海桑田。